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。刚刚有朋友在讲说，入行5年，入行10年，入行15年，入行25年，入行31年。鄙人在下我入行44年，才发现今天这个奖跟最佳新人奖一样，一辈子只能领一次。非常沮丧。说到我刚刚那一年入行38年那一年，刚刚弹钢琴的，也就是现在北流的董事长黄义玲小姐，她透过人来找我说，她适不适合进这一行？转眼38年已经过去了。那因为在这一行里面，必须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生命，写歌。今天北流布景后台一拉开，各位，台湾要做音乐剧的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干。老先生、欧吉桑在这边都没有停，你们的音乐人、歌手凭什么停？大家加油！恭喜特别贡献奖罗大佑。